弟兄姊妹平安，今天是2022年的8月19号。今天的经文是诗篇71篇第1节到第6节，耶利米书第6章第20节到第30节，使徒行传第17章第1节到第9节。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主题是拒绝。我们知道福音跨出犹太地，越过亚欧的界限，将福音传到欧洲的，是因为保罗他的宣教使命。可以想见的是，保罗所面对的都是外邦人，都是敬拜偶像的族群，特别是多神敬拜的人们。这也是为什么保罗需要从扫罗他原本使用的犹太名字，然后改为使用他另外一个希腊的名字保罗，因为他的宣教的对象，他所需要面对的这一群人是罗马人。根据使徒行传的记载，保罗的宣教起初都是受到了欢迎，但是后来又因为所传的真理与当地的原始宗教相抵触，而遭受到排斥、拒绝，甚至有几次会遇到生命的危险。台湾基督长老教会在台湾的宣教已经150多年了。福音刚刚进入台湾的时候，也是都会遭到拒绝。宣教师或是早期台湾的牧者，都会遭受到人身攻击。就如同马偕博士他在三峡传教的时候，曾经有人拿了一个大石头朝他的头丢过去。另外，牧师自己的阿公李水车传教师，也在牧会的当中，时常遇到人的嘲讽，甚至被泼粪。传统宗教拒绝福音是非常自然的一件事情，但是传福音的人就会遇到安全的困难。那一些拒绝的人们就会失去上帝的保守，那个从天上来的福分。其实不只有外邦人，这些我们所谓的未信之人，他们会拒绝福音。根据圣经，就连上帝的选民以色列人，他们也会投靠到偶像崇拜而远离了上帝，拒绝了救恩。他们甚至将偶像崇拜的文化转来成为影响对上帝的敬拜与献祭。耶利米先知说，他们献给我示巴的乳香，带给我远方的香料，我不稀罕。我不接受他们的烧化祭，也不喜欢他们的生祭，因此我要使这些人绊倒，父子都要死去，邻人亲友都要灭亡。上帝并不悦纳以色列人错误的作为，因此他也拒绝了他们的献祭。就如同先知书弥迦书第6章第6节到第8节，先知弥迦所说的，我该带什么礼物来见上主呢？我该怎样来敬拜天上的上帝呢？我带最好的小牛做烧化祭献给他吗？上主会喜欢我献上成千的公羊，
或上万道河流橄榄油吗？他会喜欢我献上长子来替我赎罪吗？不，上主已经指示我们什么是善，他要求的是伸张正义，实行不变的爱，谦卑的与我们的上帝同行。上帝在意的并不是以色列人或是基督徒能够献给他什么特别的东西。上帝在意的是人的心意，也如同大卫在他的悔罪诗篇51篇16节到17节的经文这样说道：你不喜欢生祭，不然我就供献；你也不要烧化祭。上帝啊，我献的祭是忧伤的灵，忧伤痛悔的心，你不拒绝。上帝拒绝的是那一些拒绝上帝救恩的心，上帝悦纳的是那痛心认罪、诚心悔改的心志。在历代的以色列人面对上帝仆人先知之言的时候，却多是心里刚硬、无情的拒绝。他们的刚硬，事实上比外邦的非选民或是非基督徒还要更严重。甚至耶稣基督曾经说：你那外邦之城推罗和西顿，罪恶之城所多玛，他们的得救机会都要比那些心里刚硬的以色列人还要来得高。到底谁拒绝了谁？是上帝拒绝的人，还是人拒绝了上帝呢？根据救恩论来看，上帝是不拒绝人的。我们以约拿书为例，那个外邦罪恶之城尼尼微城，全城的人因为愿意诚心悔改，他们就得到了上帝的赦免与救恩。因此我们明白上帝的救恩是要给所有人的，是要给所有相信的人的，除非他们自己拒绝。耶稣基督曾经这样论到爱仇敌，他说：这样你们才可以做天父的儿女，因为天父使太阳照好人，同样也照坏人，降雨给行善的，也给作恶的。上帝没有拒绝人，更是希望那一些不认识他的人也能够得到救恩。耶稣基督更进一步说明，生病的人才需要医生。生病的人就是还没有认识上帝的人。我们看到保罗第二次宣教的旅程当中，他经过了安菲波里、亚波罗尼亚，也来到了帖撒罗尼迦等地。在犹太会堂里面，他连续3个安息日跟人辩论圣经中的真理。保罗大胆地证明耶稣基督受害、从死里复活的事情。当时有许多人信了基督。圣经说：我对你们传福这一位耶稣就是基督。其中有些人信了，成为保罗和希拉的同道，也有好些敬拜上帝的希腊人和妇女界的领袖也信了。
但是他们却同样遭到当地犹太人的嫉妒。这些人召集了市井无赖，纠合成群，并且在城里面带领骚动，引起暴动。使徒行传第17章第5节到第9节记载了他们的骚动，并且还跑去耶稣的家里面找麻烦。当他们找不到保罗跟西拉，就把耶稣拉出去见地方官，并且胡乱的控诉他们。曾经记载说，这般扰乱天下的人，现在本来来到本城，耶稣竟收留他们在家里。他们违反皇上的谕令，说是另外有一个王，名叫耶稣。那么因为私心，因为自己心里的嫉妒，保罗的工作很有成果。这些人用这些方法直接拒绝了上帝的救恩。基督徒呢，无论我们信主多久，我们是否愿意全然接受主的救恩，或是我们会找各种的理由来拒绝主呢？因为我们的骄傲，因为我们坚持自己的想法，因为我们无法与人有好的交通。那些犹太人攻击保罗和西拉，并没有任何理由，只不过是因为他们心里的嫉妒。就如同当初的法利赛人、经学士以及祭司们对耶稣基督一样，他们全都拒绝了救恩，因为他们拒绝了上帝的仆人。诗篇71篇第1节到第6节，上主啊，我倚靠你，我向你寻求庇护，求你使我永不失败。你是公义的，求你帮助我，搭救我。求你垂听我的祈求，拯救我。求你做我稳妥的避难所，做保护我的巩固堡垒。因为你是我的避难所，我的堡垒，我的上帝啊，救我脱离作恶的人，使我摆脱凶恶邪恶者的势力。至高的上主啊，你是我的希望，我从年幼时就信赖你，我一生都倚靠你。我一出母胎，你就保护我，我要始终颂赞你。恳求上帝帮助我们，愿意热心追求与上帝同行，领受上帝的救恩，让我们不拒绝上帝，并且在经历困境的当中，能够有上帝成为我们的避难所以及保护，救我们脱离凶恶。感谢祷告，奉主耶稣基督名求，阿们。